戲就睇完啦，究竟呢套用咗3億港元製作費嘅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又符唔符合到大眾嘅期望呢？使唔使幫手啊？三姑，點解你唔早講？大家好，我哋一個覺得自己講緊電影嘅 channel。如果中意我哋嘅片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一有新片就即刻通知你啦。首先講下個城寨場景，之前睇 trailer 嗰陣已經覺得呢個用咗5000萬重塑出嚟嘅城寨做得好好。睇完套戲，估唔到唔止好好啊，直頭係讚嘆啊！嗱，首先個場景好實淨，一磚一牆都好有質感噶，就算牆身剝落嘅油漆，都感覺到嗰種暴力風霜嘅痕跡啊！當然呢啲都係硬件嘢啦，要做應該就唔太難嘅。而最令我驚訝嘅係，可以重現翻城寨嘅生活感，由補鞋鋪嘅師傅、後巷食物工場嘅工人，再到舊式辦館士多嘅老闆，再加埋啲屬於嗰個年代嘅工具同埋貨品，睇嗰刻就好似入咗時光隧道咁，深信佢哋就係當刻喺嗰度住嘅居民。呢個生活嘅溫度咁難都可以重塑出嚟，如果唔係鄭保瑞導演同佢嘅製作團隊對畫面要求有翻咁上下執着，又點會做得到？比起追龍入面九龍城寨嗰種俗氣同粗糙，實在好得太多啊！或者根本就唔應該揾兩者嚟做比較嘅。好驕傲香港電影嘅製作水平可以去到咁高。喺結尾播翻套戲城寨嘅片段，唔單止睇到套戲入面居民嘅生活同埋工作，同時都睇到一份香港嘅人情味，好感動噶。跟住到動作部分啦，今次啲動作由武術指導谷垣健治 Kenji さん負責。當年佢有份參與指導嘅殺破狼，嗰種力度同速度感已經好中意啦。之後再睇埋佢做動作導演嘅浪客劍心，連佐藤健同神木隆之介呢啲做開文戲嘅都打到上晒身咁，就知佢咩料啦。嗱，今次最精彩首選早段巴士個幕，嗰個80年代佈滿霓虹招牌嘅彌敦道，加埋架 classic 嘅熱狗巴，畫面已經好經典啦。動作設計亦都好爽快，可以用精彩嚟到形容啊。不過80年代嘅巴士真係慢到咁，跑都可以追到架巴士。至於陳樂君同順一打嗰場，亦都係設計得好好噶。喺打鬥嘅過程中，睇到陳樂君同順一都有自己一套嘅功夫套路。樂君就係力量型，順一就係速度型，仲揸埋刀仔添，一剛一柔咁啊，互相牽制係可觀嘅。不過套戲嘅中段開始，雖然依然保留住嗰種力量同爽快，但就少咗啲套路嘅變化，有少少失望啦。輪到演員方面，首先要讚今次嘅選角做得好好，啲演員嘅特質配合翻晒角色鮮明嘅性格，所以整體演員都好出色。尤其係城寨四子林峰、劉俊謙、胡子彤同張文傑，佢哋各自都發揮到角色唔同嘅性格，出到嚟都好有化學作用。當然亦都要歸功作者余儀原本嘅角色設計啦。至於林峰今次一洗過往嘅斯斯文文亞太區最受歡迎嘅形象，演個落魄嘅低下層，雖然都未至於脫胎換骨，但已經好有驚喜啦。有啲爛佬味嘅林峰係好睇嘅，而古天樂佢個老闆嘅氣場放咗入龍捲風度，簡直係入型入格啊，令到個角色好有說服力。另外唔知係咪尋秦記嘅關係，佢同林峰嘅對手戲硬係有份講唔出嘅默契，係特別好睇嘅。洪金寶大哥就更加唔使講，就算佢唔打，齋演文戲都已經充滿霸氣，夠晒壓場啊！喺拍嗰陣都差唔多70歲嘅佢，竟然都有2場打戲俾你睇下。其實有一場文戲都睇到佢行得唔太自然，但係佢打起上嚟都依然係咁有速度、咁硬淨、咁有風采噶。同古天樂嗰場仲起埋飛腳添，真心佩服啊！真係要再頒多個終身成就獎俾佢啦。而有功夫根底、最當打又係動作演員出身嘅伍允龍，佢打得勁就出晒名啦。我本身就好中意睇佢啲動作片，不過今次嘅動作設計就冇發揮晒佢嘅長處，有啲嘥咗。另外佢嘅造型同性格亦係戲入面最誇張嗰個。點解會有咁嘅設定呢？套戲完咗，佢謝票嗰陣講返，因為佢啲戲份大部分都係同洪金寶、古天樂做對手，所以製作單位就將佢黃狗嘅角色設計得誇啲，咁先撐得住兩位勁人啊嘛。
佢戲入面把誇張嘅笑聲亦係咁嚟嘅。郭富城嗰個係人都知嘅神秘角色，梗係亮點啦。如果戴埋副假牙，會更加分咯。故事方面，今次電影版導演鄭保瑞保留翻原著角色嘅性格，改編咗小說嘅情節，用更加貼地嘅手法去建立一個有別於以往罪惡之城嘅城寨形象。今次出到嚟嘅城寨有種為生存而奮鬥、團結、守望相助嘅態度，我就好中意呢個設計啦。另一角度睇，呢個係屬於香港嘅態度。導演鄭保瑞喺龍捲風收留樂君嗰幕，亦都刻意帶出城寨呢個喺人生中落難嘅時候俾你歇歇腳、裝備下再出發嘅角色，亦係刻畫出龍捲風俠義嘅一面。之後一直由龍捲風親手喺城寨入面放上天嘅風箏，亦都係充滿寓意。隻風箏最後跌落嘅地方同海報離不開留不低嘅主題，無意間產生咗個呼應。至於喺對抗大老闆嗰段打鬥，龍捲風最後嘅決定更加係代表住成套戲嘅中心思想傳承。整體今次套作品係高水準嘅，2個鐘頭入面帶出城寨深層意思之餘，亦都兼顧到咁多角色嘅發展，仲要打埋大交添，真係唔簡單啊！我個人就最中意城寨入面角色成長嘅部分，好似4子一齊打完交，跟住一齊打牌又唱 K， 或者樂君同埋龍捲風放風箏，呢啲有情感交流嘅部分，加埋個城寨背景，都睇到我好窩心啊！不過就短咗啲，如果將來有個 Director Cut， 着墨翻多啲就好啦。頭先講到伍允龍有嚟借票，當日佢都有即場示範穿經，好似戲入面都有用過呢招。今集完結前就睇佢點樣示範啦。彈一彈咁樣啦。哇！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你哋中意我哋條片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。好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